不好意思呢，组长。因为刚才哦，我不晓得我在紧张什么。忘记要唱到。不是啊，不是。我走音。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唱低调，这样。我说对了，这首歌要加那个叫什么？调音夹，觉得他忘了。反正是加2个，然后我从弹到一半才发现我加3个。不高。我就觉得我的喉咙有点紧张。还有了，没关系了，唱歌快乐就好了。快乐吗？你们听的时候？快乐。好，给自己掌声鼓励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能比赞了，我们把这个出来，那是6，哎，小朋友，你表现得不错。然后学生就回答耶。我才发现为什么我跟他比赞的哦，对，让我受伤了，再变动了。好了。结果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上4首。其实你们也觉得只有票价。那你就这样决定了吗？好吧。因为我们要赶那个节律。没有了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即使你们会唱，可以一起唱啊，不要害羞，搞不好你们唱的比我们好听。那等一下我会给你350在台下。现在高龄，你们现在听应该有70块了。是这样算吗？麻烦到100方面帮我找零钱。那个，对，好，下一首歌，是，也是很久以前，我补习，我高中毕业我有补习过1年在北部，在我哥哥家这样。那即使补习那1年蛮辛苦的，压力蛮大的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补过习的？很久以前，有吗？举手一下。哇，这么多人哦！你们都那么聪明吗？跟我一样？对，反正就是压力很大了，因为很不习惯。对一个从小到大18年都在乡下部落生活的一个孩子来说，他突然间在那1年，虽然他成长了，在某个生理阶段来讲，可是他心智上可能他突然到一个环境，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怎么走，坐个火车怎么大家走路要像在比世界竞走嘛。只差没有摇屁股这样，我就觉得不能慢慢走嘛。我才知道，半年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这么繁忙这样，然后压力有的时候也会来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还好我们也是有认识一群朋友，我们就是一起拿着吉他，这样我会一起去这样子，那时候舒压。那时候很想念妈妈，虽然有的时候我妈妈我会上来北部看我，然后在那个夜晚就是会。某个夜晚想念妈妈，然后就跟朋友喝了一些精神性的饮料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哥哥不知道他们在睡觉。对，我哥又来了，等下再介绍了。对，然后怎么讲到这里了？反正就是写一首歌给我妈妈听这样，因为那时候的旋律很简单。对啊，没有想过会拿第2名，会拿加州这样。好，废话那么多，其实不是写歌不是为了得奖啊，是写给妈妈说，如果要翻译的话，你们看一下这边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如果被挡住了，等下到那边柜台领取一下，自己照相。为大家带来《胡马当路伊娜》，就是妈妈点的。